红红幼幼的囡仔扫，啊人个囡仔都还袂当大人，当到在拢叫我扫，逐摆都爱扫迄涂骹，伊去兼个是。妈妈，我涂骹拢扫好啊。我都知哦，一去扫屁屁。拢一不管，你都唔相信哦，了着吼？哎呦，对啊，啊你哪这本书搁扫来阮厝的啦？我无啊。
我拢无扫，互你照。你无扫，哎呦，啊，等到明明这才本事，你看你对你扫咧，阮这边你哪会讲是阮阿棍的扫倒过？对啊，本来就是你若棍甲好过，我才搁好倒转来啊。你这扫过来啦？对啊，啊，伫咧校恁老师敢无甲恁教，讲囡仔就爱讲老实话，唔通讲白惨。伊讲骂啦，伊骂我无大件讲骂你啦。伊讲我吼，我就是吼爸母早死，无人好教死啦，还不甲伊纠缠你啦，讲你三八查某啦，伊讲的。哎呦，迄叫太太啊，你慢慢安尼哈，咱厝边兜呢，啊你慢慢慢啊倒。无啦，我无安尼讲呢，我甲你甲讲一句，伊就安尼啊，咩无？啊无，阮囝就安尼。阿囝啊，发什么代志啦？爸，我来去找啊！阿爸，你无事的时，我拢去用苦毒，尤其是你搞找迄查某吼，迄人偌毒的，你知？伊讲吼，你会做里长吼，就是咱用买票买来啦。啊，煞过来酒站讲你出去，就要去互拖仔区交过啦，爱去牛踏着啦，佮去牛枪爱过，佮去狗遐装去啦。你偌毒的，你知哦？迄个讲我安尼，嘿，伊拢安尼讲。真实的。对。我较想要亲受去。拢你家己编的啦，家己编的啦，这刚刚唔逃学啊！老师问你讲哪逃学？讲恁母讨见遐恁爸带血去。你唔是共款偷税？乱来，逃学啦，逃税。本身是啊，代志是安尼啦，都吼恁倒的甲这本数扫过来阮这边啦，讲无啦，讲阮会甲恁扫倒过啦，无安尼啦。我知影，大概伊若咧扫时，我拢有逃避着。到落尾呢，都爱靠这个老师呢来咧拼本数。啊，你做人的某，惊安怎咧教的？啊？无啦。安尼啊，这咱家己的囝呢，咱唔着为家己，哪会替别人讲话？家己囝同款啦，啥物为家己？这个叫做呢断理无断亲啦，知？